屏东县政府为操作斧头，提白白太水的时节，受到洋葱嘅损害嘅林边搭边家动嘅用车户来转移。如鼓励用车户将5万元的标本入账来设置日头能供天板，用一个2分半的铁来做理嘅，铁主是会提供铁同管理原理，每张月路是得有3万元的收入，一个条件谈起来许好哦。我说有许多有上班有个几十年的老人家认为讲应该要转型呢。这2分半吼，这管理费兼租金啊，算成就3万块，这个是对农民最会好的啊。屏东县政府为操作葡萄，8岁在冲在其产业转型，提出太阳能发电构想，按好嘅条件，本农民感觉到无可能。来，因在解说这个吼，真正我唔是带一个了，我是带3、4个啦，哦。即马换这粒日头吼，要照顾屏东啦。由业者评估，屏东县嘅日照条件係全台灣最好嘅天氣，故所想要提林邊加動天氣嘅5萬呢，設置發電板，同時本去年受到水災重創嘅用車戶同農民做得加入嘅機會轉型，唔用做轉來發電，發電嘅收入嘛挺好。在水面上设置的話，基本上它的溫度是比陸地上還要低。所以說，相對它的發電效率會比陸地上還要好啦。哦，伊講定出定1.5、2分半嘛，啊都4分啊，3分的時都，迄條我都浪費啊。貴島民眾彈劾福利型太陽光電示範系統嘅發表會，仲表示有意思要來轉型，但係還有少部分嘅用車戶堅持繼續從事用車業。要拼一兩梯厝吼，拼也負責的很了下啦，所以有人還是繼續在養。那基本上他們對這個案子是很有興趣。縣政府表示，設置提5萬元嘅福利型太陽能板，唔是受理為飲水，沙拉提農地方有多層太陽能板嘅日頭發炸發電系統，在90個人月入做得60萬公。縣政府希望用車戶做得認同，學天唔學誤嘅理念，減少抽出地下水，本明白為輸水在嘅林邊加動天氣。做得悄悄地對用車誤業轉型，唔是在設立為禁水嘅。客家新聞潘成旺屏東報道。